好，歡迎再一次翻到嚟 Sydney HR 的日與夜。嗱，今日咧想同大家去分享一個你可能知又可能唔知嘅題目啊。其實我今個禮拜咧喺個 blog 嗰度咧都會寫翻呢個題目㗎，就係叫做咧 Phoenix Activity 鳳凰活動。咁究竟係乜嘢嚟嘅咧？嗱，如果你咧係喺商界做開嘅話咧，你可能有聽過嚇。如果係一啲打工仔啊，或者係咧即係聽開我個 blog 嘅人咧，即係就未必知道係乜嘢嚟嘅。所以今日咧都會同大家一齊咧去睇下究竟咧鳳凰活動係咩嘅回事。首先會同大家介紹鳳凰活動，然後佢有幾咁危險咧咁啊？或者我哋點樣可以識別得到？然後咧，我哋會有個案例咧，同大家去傾一傾㗎。最後咧，我哋就可以咧同大家分享翻，究竟你平時工作，我哋點樣可以咧就打醒12分精神，睇下究竟會唔會有呢個活動嘅存在。首先咩叫做鳳凰活動啊？哇，好好聽喎 Phoenix 啊嚇！咁點解用呢個字呢？因為鳳凰係點啊？記唔記得個傳說中嘅動物係要浴火重生啊？咁其實係一個貶義嚟㗎，喺呢個商業活動嗰度，其實係指一種咧非法嘅行為啊，即係話咧公司嘅負責人咧故意咧就接埋嗰間公司。點解啊？因為通常就欠債或者欠款啊，咁唔想俾錢啊，咪接咗佢咯。咁然後咧就將公司嘅資產轉移去開一間新嘅公司，咁我哋咧就會叫嗰間嘢咧做 Phoenix Company 鳳凰公司啊。而佢所做嘅商業活動咧係會同之前嗰間公司係非常之相似甚至相同㗎。咁而舊公司咧就會落得被清盤嘅下場㗎。咁樣做嘅話咧，通常會導致債權人啦、員工啦，甚至政府咧，就會因為呢件事情咧，就有所損失㗎。頭先話過會有損失啦，咁點解佢會有啲咁危險咧？大家會咁 aware 呢樣嘢咧？需要第一樣嘢就係話咧，員工可能冇辦法獲得應有嘅工資同埋退休金同埋其他享有嘅權利㗎。點解啊？因為公司破產冇錢啊嘛。雖然話員工唔係應該俾錢先嘅咩咁如果個公司先都唔先下嘅時候，佢破咗產，其實你都冇水攞㗎喎，你都冇錢收㗎咁所以咧，去到呢一個位嘅時候咧，員工咧係會受到好大嘅影響㗎咁另外咧就係債權人啦，包括咧即係可能你嘅供應商啦或者咧你嘅業主啦就冇辦法咧收翻咧欠款咧或者欠租因為都破咗產都冇錢咯，係嘛？咁另外啦，政府咧亦都冇辦法收到佢應該收嘅稅務㗎因為都係嗰句，又係冇錢啊嘛，破咗產啊嘛，係咪？就算佢將啲資產賣晒都唔夠冚嘅時候咧，政府咧亦都冇辦法收到錢，即係又係 bad debt，全部都係 bad debt，到最後咧都冇辦法咧能夠咧可以咧 recover 翻咧借出去嘅款項或者應該收嘅款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因為佢將嗰間公司即係佢嘅業務賣咗俾另外一間公司，然後咧就接埋佢而家嗰間咁另外嗰間公司咧就會因此咧就冇晒所有債務啦。咁佢當然咧就冇債就一身輕，就變咗咧佢喺個市場嗰度咧就突然之間咧就有咗個競爭優勢咯。咁令到其他嘅公司咧就失去咗咧某部分嘅優勢。你話好誇張喎？唔係㗎，其實如果你睇食肆嘅話咧尤其是一般嚟講喺開即係飲食餐飲餐廳嘅地方，成辣都係㗎嘛，係咪？人人都爭緊即係供應商錢㗎啦，因為有買食材咩都好俾緊租係咪？咁突然之間嗰間接咗開嗰間新嘅，咁突然之間冇晒欠債，而啲錢仲喺度喎，因為佢將啲錢 transfer 去新公司嘛，係咪？咁舊公司就咁咧就冇晒啦，咁所有咧就供應商就收唔到錢喎，佢用嗰批新嘅供應商啦咁係咪唔公平咧？咁梗係唔公平㗎啦。
所以點解呢個鳳凰活動咧，其實咧喺商業社會咧係真係會帶嚟非常大嘅影響，就係咁解啦。咁我哋點樣可以能夠睇到公司係咪出現呢件事情咧？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咧，公司咧會冇預警咁樣停運嘅，即係突然之間，唔開工啊！嗱，喺香港你都見㗎，翻工或者咧即係你上門去嗰啲旅行社啊諸如此類嗰啲咧，你會見到佢咧貼咗張紙出嚟咧就話唔營運啦，停止營運啦，從今日開始，甚至人去樓空啊！自動進入破產或者清盤嘅程序啊，咁你就知道咧，其實咧呢個好大機會咧就已經係一個咧即係呢個鳳凰活動嘅 Phoenix Activity 啊。咁另外咧就係咧，你會見到咧原有公司嘅業務咧砰聲去咗間新公司啊，突然之間啊，包括咧所有咩電話號碼、地址啊咩都好咧新公司咧就沿用咗舊公司呢啲所有嘅資訊咧。而又做緊相同嘅嘢咧，咁你知道咧，有警棍啦。第三樣嘢，新公司接管咗舊公司所有嘅資產啊，不過咧就冇俾翻市場價值應該收嘅錢，即係例如乜嘢咧？我收晒你批 iPhone 不過我全部20蚊。咪知 iPhone 唔係噶嘛？喂，全部都係 iPhone 14嚟嘅喎，或者15嚟嘅喎，即係而家就算平極都要幾百蚊一部啦，係咪啊？哇，我唔係嘅，100-200蚊收晒翻嚟嘅咁平價收咗市場唔係呢個價，咁亦都係咧係一個信號啦。更重要嘅係你會發現咧，新公司嘅董事啦、高層啦，或者呢一啲有關鍵嘅人咧，都仲係嗰班人，都仲係嗰啲嘢咁咧就亦都係咧。其中一個咧係大家可以留意嘅地方啦。另外啦，留低大量未支付嘅錢啊，無論係工資啦、super 啦、稅款啦咁咧新公司咧就話我同舊公司毫無瓜葛㗎我就唔孭翻呢個舊債嘅另外啦，舊公司用極低甚至係免費係將資產轉讓俾新公司亦都係缺乏透明度啦，當中咧涉及虛假人文件啦，或者隱瞞咗個交易咧，都有機會嘅。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公司短時間內係咁改名啊，即係突然之間係 A 名、B 名、C 名咁樣點解咧？就令到大家即係究竟呢間係咩公司嚟嘅咧？我唔知噃。而舊公司亦都會故意咧註銷咗或者被清盤㗎咁但係一清盤嘅時候，你發覺新公司咧已經咧。就喺原址咧就開始營運緊㗎啦，咁呢啲咧都係一啲信號嚟嘅。跟住咧想同大家講一個 case study 點解今日會講呢一個即係鳳凰活動咧其實咧就係關呢個台灣嘅呢個鼎泰豐事㗎咁鼎泰豐發生咩事咧？其實過去幾年啦，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咧，你都知佢俾人罰得好金罰咗400萬，點解咧？因為咧佢哋咧就出現咗一個叫做兩本掃簿嘅行為，即係話咧一本咧就交俾 ATO， 另外一本咧就係佢哋真係俾咗幾多錢啲員工，咁你都明白㗎啦。真係俾咗幾多錢，即係代表咩？即係代表克扣工資咯，就故意少付咗員工嘅薪金㗎最後咧2名高層啦同埋咧當中咧就係包括嗰個人事啦，同埋咧幫佢哋請人嘅公司咧。全部咧都被咧係施以咧一個懲罰性罰款嘅，係澳洲史上第2高嘅罰款嚟嘅。但係到現在為止咧，只係能夠追到咧197000幾蚊咋，剩翻個300幾億至400萬咧都仲未追到㗎發生咗咩事咧？原來咧俾人發現咗咧。呢一間嘅其實首先講明先就唔係咧台灣鼎泰豐總部俾人罰㗎，係澳洲俾人罰㗎。佢係買咗一個咧 franchise 翻嚟做㗎，即係呢個特許經營權咁當然啦，台灣梗係同佢切割咗㗎啦問題就係你都係 carry 緊鼎泰豐呢個 brand 嘛，所以其實都係衰咗㗎啦好啦，俾人發現啲乜嘢咧？就係話呢一間餐廳倒閉咗之後，喺原只係開翻一間好相似嘅餐廳雖然佢我唔係淨係賣台灣嘢㗎，我仲有咧賣緊其他叫 fusion 即係有其他食物㗎但係就好相似啦。
嚇。咁當中有個員工就話咧，佢哋以前係即係鼎泰豐請嘅，咁新公司咧就收購咗舊公司，咁連啲員工都食埋，咁所以咧我哋就繼續喺度打工咯嚇。好啦，嗱呢個都唔緊要啦，下邊呢一個先至咧係令人懷疑嘅喎。就係新公司啊，即係新餐廳啊，同鼎泰豐係共用相同嘅文件送達地址啊。頭先嗱上面已經講到明㗎啦，地址都一樣㗎。另外兩間餐廳都喺呢一間嘅 investment 公司咧嘅個名稱欄目當中出現㗎，即係話乜嘢？即係其實都係咧屬於咧同一個嘅呢個叫做 investment 嘅集團啊。嗱，從呢一啲咁即係同呢度咁多唔同嘅事情咧，就俾我哋睇到佢好有機會咧，就係我哋咧所謂嘅我哋叫做咧鳳凰活動Phoenix Activity 啦，即係話乜嘢咧？佢係透過破產、透過清盤，嘗試去逃避呢400萬嘅罰款，同時間喺原址再開翻一間好相類似嘅餐廳。嗱，我哋冇辦法證實呢樣嘢啊，但係咧，從好多唔同嘅蛛絲馬跡啦，又或者咧係唔同嘅證據顯示咧，係有機會咧係發生㗎。好啦，如果你係一個員工嘅話咧，喂，咁我又點樣可以即係防止或者即係如果真係發生咗呢件事啦？我點樣可以保障自己呢？咁第一樣嘢啦，你當然要好好了解你自己嘅權益啦。喺澳洲係咪？我成日都話㗎，點解要聽我 channel 呢？就係因為我 channel 會俾到好多即係員工應有嘅權益，甚至老細應有嘅權益俾大家知道㗎嘛，係咪？包括乜嘢啊？就係你嘅人工啦、退休金啦、福利啦，係咪？如果公司破產咧，你係受到法律保護㗎嚇，你可以要求即係未付工資同遣散費，咁呢啲係你第一個權益啦。第二樣嘢啦，好重要嘅嘢講咗好多次㗎啦，唔止3次㗎啦嚇，就係你記住要保留你所有嘅記錄，包括你嘅糧單、任何同公司溝通過嘅 email、text message、僱傭合約，甚至任何同僱傭有關嘅資料、福利、任何通訊記錄，你都要留底，因為呢個有機會救你一命啊！到時如果你上 court 嗰陣。另外啦，同頭先一樣啦，醒目啲，如果公司突然之間有好多唔同嘅改變啊，無論係營運啦、股權啦、名稱啦、有改變嘅話咧，你都可以咧係留意多啲㗎嚇。例如供應商成日都嚟催找唔到數喂又冇錢找咁有機會咧就有啲叫 signs 你可以去留意啊。另外啦，你要 check 你嘅 super， 因為咧法例規定係每3個月最少咧，細公司就要俾一次 super 嘅。咩意思啊？即係話你發現如果3個月佢都冇俾 super， 即係話佢冇水，即係佢拖，嗰啲係你啲錢嚟㗎，唔係佢啲錢嚟㗎，佢係唔拖得你糧㗎。如果係出現咗拖糧呢個情況咧，即係話佢有機會咧係財政唔穩定，出現問題所以記住睇一睇你自己嘅 super，OK？去到有啲位咧，可能佢會叫你簽一啲可能自願離職嗰啲嘅文件喂，唔係公司俾咩你簽就簽㗎你需要了解你簽嘅文件係寫緊啲乜嘢，先至可以保障到自己㗎。OK？最後啦，如果真係遣散啦，你係可以咧得到遣散費啦，呢樣嘢咧唔使再多講㗎啦，大家都明白。嗱，今日咧同大家睇到呢個鳳凰活動係乜嘢啦唔係嚇大家因為咧其實都係喺商業社會裏邊咧都即係一啲即係好常用嘅一啲欺詐嘅手法無論香港定係澳洲你都會發現㗎今日知道呢樣嘢咧，大家就有多少少 awareness 啦，即係點樣去保障自己啦，同埋點樣咧去有多啲了解。如果公司係有呢啲情況嘅話，會唔會更加需要咧自己保障自己啦？好啦，今日講住咁多先，有咩嘅可以 email 同我傾如果大家行有餘力嘅 subscribe 我嘅 Patreon 同埋 YouTube channel， 亦都咧係可以 follow 我嘅 Facebook 啦，可以 like comment。
同埋 share 嚇。再一次多謝大家，希望咧呢個嘅 channel 啦能夠用到我哋自己相熟嘅語言廣東話，同大家分享到更加多嘅人事資訊。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拜拜。